南韩总统尹锡悦访问美国，双方宣布华盛顿宣言，内容包含美国要伫咧南韩部署核动力藏水弹。美国有动物园训练非洲大型鸟鼠，利用因鼻味敏感、咬软来软去的特性，互因伫咧海关盗猎野生动物的走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美国总统拜登甲南韩的总统尹锡悦昨是伫咧白宫宣布华盛顿宣言，内容包含美国要伫咧南韩部署核子动力藏水弹，嘛要加强双方的军事训练和北韩起事。拜登甲尹锡悦嘛表示，要同齐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美国白宫安排隆重盛大仪式迎接南韩总统尹锡悦翁仔姐来访。美国总统拜登翁仔姐嘛来亲身迎接。伫个美韩同盟70周年的时阵，南韩总统让12年，搁再去美国做国事访问，双方发表华盛顿宣言。华盛顿宣言伊的内容包含自1980年以后，定新部署核潜弹到朝鲜半岛的水核，两个领导人的会谈嘛有讲到台海的问题。Today, we discussed our work together on promot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s, ensuring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beyond. 북한의 위협에 대응하여 핵과 전략무기 운영 계획에 대한 정보를 공유하고 한국의 첨단 재래식 전력과 미국의 핵 전력을 결합한 공동 작전을 期间是5天的国事访问，白宫嘛有规划国宴来款待。美国有因讲加强双方的军事训练、信息共享，也阁有战略资产转移的合作，来提悬对北韩呛毒的威吓力。对进前五角大楼涉密案，意外来爆发出美国监控南韩这个盟友。尹锡悦受访的时阵，伊有讲有小可外交，不过未影响到韩美同盟的信任。公司新闻第一人编译。咱台湾伫咧南美洲的邦交国剩巴拉圭一个，因即个礼拜4月30要选总统，这选举结果敢有可能影响咱两国的邦交？带大家先来看两个主要候选人的立场。即阵的执政党红党是推出前财政部长潘尼亚参选，不过执政党党内分裂，加上现任的政府是有洗钱、走私等等的摆台，声势一直咧落。也若是在野候选人是由23个党联合推出的拿党的艾里格里。伊本身是律师，主要政见就是掠贪污，这是针对执政党的空喙咧威。目前因两个人的民调是真晚，差无2%。也若是因对台湾的立场，执政党是表示会维持友台，不过嘛无确定甲中国发展关系可能性。也若是在野党是较明确，因较活中国。但是照目前选民注目的项目来看，有654望打击贪污，5望甲因的农产品销去中国。安尼就代表讲，在野党较有优势。伫巴拉圭首都亚松森，代表在野党联名出马竞选总统的60岁拿党律师埃里格里带领车队扫街，面对巴拉圭的财政赤字，伊抛出准则对象，主张削减公共支出，无增加农业扣税。伊搁较几啊摆强调，当选了后会加强甲中国的关系。这场农产经济红利的选举支票，正做影响今年总统大选的关键因素。Con Taiwán significa una relación especial, porque las relaciones con Taiwán significan la pérdida de uno de los mercados más grandes que es China. Entonces decimos nosotros que el Paraguay hace un esfuerzo muy importante, un renunciamiento muy grande para tener relaciones con Taiwán, pero que no estamos viendo desde Taiwán el mismo esfuerzo. 44岁执政党候选人也是前财长潘尼亚，面临共党的前总统卡提斯涉及洗钱走私的指控，加党内几啊件贪渎证据，选情相对严重。伊强调会维持甲台湾的关系，也不过也讲巴拉圭需要行出家己的国际路线，中国并无方排除。Pero también avanzar en una agenda comercial donde Paraguay se tiene que insertar al mundo, a todos los mercados, inclusive al mercado chino de 1.400 millones de habitantes.
中国是全球上大黄豆甲牛肉进口市场，当时巴拉圭的两大农产品，不过一直拢无出口到中国。极端气候甲乌克兰战争明显冲击农产贸易，伫农产游说团体强力介入之下，巴拉圭社会暗中向中国靠倚的气氛。台湾伫中南美洲的几个邦交国，为2017年开始先后承认中国，中断甲台湾的关系。一名澳洲资深外交官也预言，无论选举结果安怎，巴拉圭修正中国政策无法度避免。而且2年来的发生，为今年2月到4月的民调显示，在野的艾利格里拢领先潘尼亚。那最后真正由艾利格里胜出，台北关系敢是确定有变化，会正做关注焦点。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确定对5月初8开始，新冠肺炎的等级对高危险降到甲流行感冒同款。上近4月29开始，外国人入境就唔免提供注射证明甲阴性证明。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美韩2国领导人达成共识，要成立核诛伤小组。若是北韩用核武器攻击，美国卖反击，嘛有可能会使用核武器。这是经过北韩卖乌白起诉。英国《Times》报道，教宗彭济各宣布10月举行的世界主教会议，参加的新成员要有一半是女性，而且允准女性投票，这是有史以来头一届，打破由男性主导的传统。sau đây是美國紐約時報指出，涉嫌伫咧網絡泄露美國機密文件丁啊泰謝拉，檢察官還是發現講，伊高中的時陣就有種族歧視甲暴力的現象，因兜甚至閣有 AK 步槍甲火箭筒。這涉入機密的動機可能無單純。上尾是華盛頓郵報，美國蒙大拿州的下性別議員羅伊塞佛批評議會限制下性別人士的醫療權益。但州政府竟然是通過表決，未來1年的會期禁止羅伊塞佛伫咧議會發言。羅西亞對因國內言論管控甲真嚴，是掠骨落的反對派的人。親像反對派頭人納瓦尼准領風掠去關了後，但是閣予人以恐怖主義起訴，可能會互加判30年，這就可能要關到2025年才有法度出來啊。也若是另外一個羅西亞前市長羅伊茲曼，伊是要公開講羅西亞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是侵略，恐驚就要互關5年。當地坐角的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尼，日透過影像露面出庭，伊穿反紅衫，面對鏡頭甲記者對話，對軍事法庭以恐怖主義將伊起訴，而且可能加判30年。伊表示，這一切實在是震撼好笑。Что вам еще рассказать? После всего меня сейчас ограничивают в ознакомлении с материалом уголовного дела. 話還未講完，就向切斷聲音。俄國最近幾年加大言論管控，律師出身的納瓦尼，過去伊靠說俄國總統普廷出名。伊3年前北方下毒前往德國搶救，2021年返國隨風逮捕，判刑2年半。去年3月，俄國發現伊大規模詐欺等罪名，佮判9年。這個造句技術攏是由普廷所主導，支持者認為當局編造罪行。這擺罪名若成立，納瓦尼會被監禁到2059年。同一天，俄羅斯葉卡捷琳堡前市長羅伊茲曼也出庭應訊，伊捌佇影音平台公開表示，俄國的軍事行動是佇親烏克蘭，和當局認為是咧抹黑俄軍。Сейчас за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говорить правду, иметь свое мнение, его высказывать, приходится платить, и риски достаточно высокие. Но мы же про это все понимаем, то есть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у нас нет никаких иллюзий. 羅伊斯曼過去已經因為4擺同款的言論，被判10罰金。這擺是根據俄國國會去年通過的法律，恐驚會因為發布不實謠言，還是抹黑俄軍，被判上懸5年監禁。頂禮拜，俄國法院則以類似理由宣布維持前莫斯科機關亞新的刑期，顯示俄國當擴大行動打擊異己人士。公司新聞紐約編譯。美國前總統 Trump 因為提錢踢人喙，佮曝光消息，被起訴。但閣有一個雜誌女作家卡羅講，伊20幾年前去互 Trump 性侵。Trump 的律師是講，這個卡羅無證據，目前 Trump 嘛無因為這個性侵案去互起訴。
在纳西特中国乌目镜的卡罗，在律师和朋友的陪同之下，行出纽约法院。面对记者的问题，伊啥物都袂讲。这么79岁的卡罗，真正是资深的专栏作家。大学的时阵，捌得到印第安纳大学小姐的头衔，伊连续2天拢出庭来作证。只讲美国前总统 Trump 在1996年在纽约正高级的百货公司和伊拄着的时阵，讲是要斗刺青，甲骗入去换衫的房间，甲性侵害。She cried when she talked about how she put on a brave face in public, but in private was hurting and really could not come to terms with what she said happened in that encounter with Donald Trump back in what she says 1996. 卡罗在法庭讲，这个真痛苦的事件发生了后，伊无法度佮发展亲密关系。迄当中，伊是深深在怪家己，嘛惊讲红石头路，也是互川普报复，这拢唔敢讲。一直到受到 Me Too 反性骚扰运动的启发，才决定伫2019年出来讲，但是随后川普反击。He has denied these allegations, as he has said on social media and in statements. He says this is totally fabricated and part of a hoax, part of a witch hunt. 卡罗讲，川普是一直讲白贼，而且佮损害伊的名声，互伊第2年都无透露。即摆伊向川普是要求损害的赔偿，希望会当甲公道讨转来，恢复家己正常的人生。但是川普的律师是一直讲，这个案件根本就无证据，川普嘛无因为安尼互起诉。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新冠疫情转好，咱的疫情指挥中心要解散啊！今日下晡是开上尾一场记者会。另外，以后注疫苗、防疫隔离拢无专门的假通请，是回归一般的请假规定。疫情指挥中心成立3年外，开960场的记者会，5月初一正式解散。今日开上尾场记者会时阵，是邀请真济防疫的官员甲专家参加，包含前指挥官陈时中、专家咨询小组的调集人张尚顺等等。总统蔡英文嘛亲身去指挥中心感谢因的辛劳。蔡总统表示，指挥中心解散了后，会由卫福部继续下单委汇报，继续防疫。咱的指挥中心解散，疫情转好。世界卫生组织昨嘛表示，今年为着新冠肺炎死亡的病例已经减少9%。不过，这病毒是继续咧变种，而且有几落亿的人口因为捌胃着，需要真长的时间恢复。新冠疫情发生到这么3年外，世界卫生组织二大讲，自今年初到这么，新冠病毒死亡比例减少95%。Which have dropped 95%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However, some countries are seeing increases, and over the past 4 weeks, 14,000 people lost their lives to this disease. 谭德赛讲，疫情到这么还佫伫咧传播，病毒继续伫咧突变，估计有1/10的患者会出现长新冠症状。全世界有几落亿人爱长期照护。不过好消息是 ，WHO 有信心伫后个月开个定期会议，宣布新冠疫情无搁再构成全球公卫紧急事件。比只讲是疫情源头的中国，最近疫情有小可上升。不过专家认为，伫短期内未发生大流行。个别地区呢？疫情有小幅上升的迹象。那么，全国发热门诊监测数据显示，全国疫情总体处于低水平的波动状态。因为中国5月假期就要到啊，防疫政策这么放零了，出门省的民众恐惊会大幅度增加。官员讲，风景区加文化场所若出现新冠疫情，会随立刻全面一个审查滞留的游客，特别是来自外省的游客。公司新闻张伟玲、吴其昌编辑。咱常常真要意家己的身材，煞袂记哩，这健康是上界重要的。最近美国人是开始把身体健康当作上重要的代志。亲像这洛杉矶就一间健康中心，会当透过基因检测定做个人的健康课程。咱看这相片，笑光的这款光疗法，讲是会当刺激细胞预防老化。也是另外这边这2个人是当咧吊大肠，不过伊毋是破病，是当咧做营养剂甲维他命。除了这款疗法，这间健康中心所有设备甲食食拢强调自然健康。经济专家就分析讲，这阵全世界健康产业差不多有1兆外美金的市场，而且也继续咧成长。未来亲像洛杉矶这款健康中心会愈来愈实行。一位女性倒入去这种 LED 灯的治疗面床顶头，等待接受 LED 灯的光疗法，透过刺激细胞来减慢老化的速度。另外2个人坐伫碰椅顶吊大肠的，看起来表情真轻松。
因毋是破病，是为着要甲维他命甲一寡营养的成分注入去体内，所以才伫吊大肠。这是美国洛杉矶的城镇 Studio City 影视城，是 Hollywood 真闹热的所在。最近这1-2冬出现真侪间参像这款的健康中心，其中一间健康中心的经理讲，受到 COVID-19 疫情的影响，愈来愈侪人开始重视健康，但是像过去迄种干那为着保持身材好看的健身房已经无够啊。因的健康中心会针对每一个人的需求，提供各种无同款的服務。So we do biomarker testing to evaluate genetic dispositions, food sensitivities, hormone imbalances, and we have the greatest technologies in the world under one roof. 健康中心内有 LED 灯光疗，有高压散素，有冷冻疗法，各种即马上界流行、上新的治疗方法拢有。毋过，嘛有人感觉真正的健康是包含更较大的范围，所以这栋为饭店改建、有9500平方英尺、差不多260几平的大型生活中心内，所有28间店，无论是卖食的还是用的，拢强调自然甲健康，互人会当伫这个所在放松心情。The Shops at Sportsman's Lodge is a one-stop shop for wellness. This could be a place where people come and gather, commune with each other, commune with nature. It's quiet. It's cool. 根据调查，即马有一半以上的美国人感觉健康是因每天的生活中上重要的代志。经济专家分析，全球甲健康相关的市场有差不多1兆5000亿美金，以后每年的成长5%至10%。参像洛杉矶影视城这种打拼伫发展健康事业的城镇，嘛会变作未来一种新的潮流。记者甘美恁编译。那甲你讲这鸟鼠会当救珍贵的动物，你敢会相信？其实，伫咧美国的动物园是有咧专门训练非洲的大型鸟鼠，利用因鼻味敏感，而且佫真够软来软去的特性，互因伫咧海关帮助来掠走私的动物。非洲大鼠伫土耳其边遐看，顺利找到4包洋甘菊地包，随时得到奖品。先伫国动物园咧训练非洲大鼠，伊是一般鸟鼠的3倍大，比狗加足细只。因若是好比赛。可以当伫微微开开的空间自由来出入。训练人员按算要用伊来打救需要走私，通抢救野生动物。Pangolin are one of the most trafficked animals in the world, so pangolin scale could be something that they could detect. 训练人员讲，除了哪里按食物、白颈类到稀有鸟类等走私生物，拢会当照因无同的显微来训练即寡非洲大鼠的操作功夫，而且因佫会当活较久，真值得投资。You know, some rodents, some rats have a lifespan of 3 to 4 years, or even shorter, whereas our rats in the wild live around 7 to 8 years. And our oldest retirement rat passed away when she was 11. 事实上，这种非洲大鼠价值已经有真侪功劳。伫全球战乱的地区，找到15万粒也未爆炸的地雷，嘛伫非洲片切片的线谱，协助25000个病患诊断出血了。目前，除了查缉野生动植物走私，坦桑尼亚的研究单位嘛伫训练大鼠协助救灾，找出受困者。希望未来伫地动也是爆炸灾难现场，会当出动死狗，竟人讨厌鸟鼠变作救命英雄。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伫咧法国南部的伊甸戏院，128年前开幕，可能是目前全世界上界古早的电影院。这100多年来，伊嘛捌拍远过，不过这阵是继续咧放送电影。当年大约是有27000人去遐看电影。法国南部临海都市那是奥塔，荷兰就是电影发明地，有一个全世界上老电影院伊甸戏院。195年，一定观众见证讲是全球第一部电影《火车进站》的放送会，是由卢米埃尔兄弟伫拉斯奥塔翕的欧贝无声纪录片。卢米埃尔兄弟是上大建发电影放送机的发明者之一。On that night in 1895, pictures moved. The people present were astonished and filled with all kinds of emotions, from fear, which was perhaps exaggerated, to outright pleasure and amusement. 第100部电影就互伊甸戏院真出名，这所在不止因看电影，也佫是一个多元化表演场所。国庆剧比赛表演秀拢捌伫遮举办过。已经过身的法国歌后艾迪特·皮亚夫、法国歌手杨门顿等人也拢伫遮表演过。因为伤过有名，1959年代有
有电视节目将戏院当作是选秀表演的场地，甚至也有特别机关爱淘汰失败者。When the audience didn't like a singer's performance and started booing, a hook would appear from the wings and pull the unfortunate singer off stage. And that was a great popular success. 不过，这戏院过去800年消失的轨迹，戏院头家伫1982年伫一场暴力抢劫事件当中，互人枪杀死亡了后，戏院关门30年。虽然这个破坏戏院了后，互市府买来也列为历史遗迹，不过经过破旧，无人想要接手，一直到有名的演员出来下翻。We have to save it. It's extraordinary. We can't forget this place. It's the oldest cinema in the world. 到2010年，伊电戏院总算重新搁对外开放。Can I see your tickets, please? It's magical. It fills me with so many emotions. Anyone can film things with a smartphone, so we don't realize how much hard work and invention had gone before. 来戏院参观的人数每年增加，即摆当年有27000人来到这上楼戏院看电影，感受历史的奇妙气氛。公司新闻张如平电影。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